至於參加馬拉松嘅建議又點樣積極備戰呢？鄺思雅就講下一啲視障跑手點樣同領跑員一齊練習。每年一度嘅馬拉松吸引唔少人參加，舊年參加人數超過6萬人，打破歷屆嘅紀錄。好多人都中意自己一個練跑，但係佢哋兩個就一定要兩個一齊練跑。我係一個家庭嘅經濟支柱，一下之間變咗好似負累咗屋企咁樣，不特止仲要老婆照顧啊成啊，咁我覺得好似即係自己好冇用咯，韞咗自己年紀。咁我老婆見我日係咁樣，日日咁韞住自己屋企，又韞到個人都好似呆滯滯咁樣，又越嚟越肥咁樣。咁我老婆話：你咁樣啊，唔廢都變咗廢啦。太太嘅當頭棒喝，聯哥開始跑步，生活亦都漸漸有咗轉變。30歲患上慢性青光眼之後，而家佢嘅右眼完全失明，左眼淨係得返1成視力，睇唔到嘢，人生亦都失去光彩。令佢重拾自信嘅係亮哥。我哋跑馬拉松，我哋領跑同埋被領者，根本係而家屬於一種叫做雙打㗎啦。其實我哋而家係屬於嘅，即係兩個人一體嘅，一個左一個右，一個左手一個右手咁樣嘅。缺乏任何一個都唔得咯。佢哋喺盲人體育會認識之後成為拍檔。亮哥係馬拉松愛好者。我影咗一張相咧，就係有一個領跑員啊，領住一個視障嘅運動員咧跑，嗰個畫面咧好感人。就係嗰一刻咧啊，令到我覺得我一定要做翻啊，起碼要做翻一次啊一個領跑員。舊年冬天兩個人仲一齊征戰北京馬拉松。我手腳咧完全都直頭結晒冰咁樣，直頭冇晒知覺。咁啊就隻眼咧望嘅嘢咧不停咁閃光，我知道我自己有低分症，我其實都好想棄權，但係咧沿途咧就阿聯咧就不停咁同我打氣，不停咁叫我支持落去，加油！衝咗線之後咧，我哋開心到啊攬埋一齊，攬埋咗3次，咁大仔未試過同一個同性嘅人咧一齊攬埋一齊，太興奮，太過感動。作為領跑員，要配合視障選手嘅步速，能夠幫助視障選手跑完全程。亮哥話得到嘅快樂更加實在。為咗備戰星期日嘅比賽，選手都落力練習，希望做到最好嘅成績。盲人體育會今次會派出23名領跑員帶領視障選手參加比賽，希望靠住細心觀察同埋耐心嘅提醒，幫助佢哋完成賽事，亦都可以幫佢哋建立自信，踏出融入社會嘅一步。亞洲電視記者鄺思雅報道。